2025年日本电影行业一片欣欣向荣，不少经典动漫 IP 纷纷推出新电影，比如哆啦 A 梦、名侦探柯南、鬼灭之刃、蜡笔小新等都有系列电影上映，广大日漫迷可以大饱眼福了。那么2025年日本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最新日本大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5年最新日本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大片，也有即将上映的佳片，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孤独的美食家。孤独的美食家是由松重丰执导，松重丰、田口嘉宏编剧，松重丰、内田有纪、基村勇斗、村田雄浩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24年10月3日釜山电影节首映，2025年1月10日日本上映。该片讲述井之头五郎收到老朋友女儿的信息后，来到巴黎，得知老人希望在临终前品尝儿时喝过的一种汤，五郎决定伸出援手，开始寻找这道神秘的汤。他冒着暴风雨横跨日本，甚至还前往了韩国。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是由工藤官九郎编剧，岸善幸执导，菅田将晖、井上真央、三宅健、池胁千鹤、小日向文世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25年1月17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余周平的同名小说，以新冠疫情为背景，讲述因疫情被迫远程工作的近佐，决定从城市搬到可以享受垂钓的三陆，寻找新生活方式，但也渐渐发现当地存在的空房等问题。世界计划：破碎的世界与不能唱歌的未来。世界计划：破碎的世界与不能唱歌的未来是由田博之执导的动画电影，改编自 SEGA 发行的音乐游戏《世界计划缤纷舞台》Feat. 初音未来于2024年7月29日宣布动画化，并于2025年1月17日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在涩谷，一个以音乐为中心的亚文化蓬勃发展的地方，以投射人们真实思想的神秘空间 SEGA 为舞台，少男少女将上演寻找自己的真实想法与自我之歌的故事。雪之花。雪之花是小泉瑶史执导，斋藤雄、小泉瑶史编剧，松坂桃李、伊所广司、方根金子等主演的古装剧情电影，于2025年1月24日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吉村昭1988年出版的同名小说，以天花流行的江户时代末期为舞台，描绘了为从未知疾病中拯救日本而奋斗的福井藩天一立原良策的真实故事。开拍怪兽电影吧。开拍怪兽电影吧是由八木顺一郎执导，清水美智子、菅井友香、平山浩行等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24日在岐阜上映，1月31日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非常喜欢怪兽电影而一无是处的地方公务员山田，突然被委派了一项为了振兴小城的巨大任务，最终他决定用怪兽打破一切。山田真的能完成梦想中的怪兽电影吗？地下忍者。地下忍者是由福田雄一执导，山崎贤人、滨边美波、冈山天音、山本千寻、宫室流弥、坂口良太郎、平田满主演的漫改真人电影，于2025年1月24日日本上映。该片根据花泽健吾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改编，讲述隶属忍者组织NIN的末端忍者云影九郎背叛了一项重大的任务，那就是调查战后70多年来一直潜入地下的某个组织的动向，其名为地下忍者。在大洋葱下。在大洋葱下是由草野祥吾执导，高桥全担任编剧，大有良音参与音乐制作，樱田日和、神尾丰珠主演的电影，于2025年2月7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根据1985年摇滚乐队暴风 Slump 同名歌曲改编，讲述了一段通过信件和笔记本进行交流，对素未谋面的对象产生恋情的爱情故事。片中神尾饰演的是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大学4年级学生低丈流，樱田则饰演直接追求自己梦想的护士学生村越美优。催眠麦克风。催眠麦克风是由石本贵则导演，百濑佑一郎编剧，木村卯、前沼金太郎、白井优介主演的动画电影，于2025年2月21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是日本首部由戏院观众及由 App 投票决定 Rap 大战的胜负的互动电影。
剧情内容将随着的票数较多的选择而改变，因此每次上映时，故事内容与结局将由观众的选择而有所不同。9. 哆啦 A 梦：大雄的绘世界物语。哆啦 A 梦：大雄的绘世界物语是由四本信代执导，伊藤公治担任编剧的动画电影，于2025年3月7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是哆啦 A 梦系列 2D 动画电影的第44部作品，讲述大雄和哆啦 A 梦用秘密道具进入了一个画中的世界阿尔托利亚公国，他们遇到了神秘女孩克莱尔，为了帮助克莱尔，哆啦 A 梦一行人踏上了寻找宝石的冒险之旅。10. 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是名侦探柯南第28部动画电影作品，由重原克也执导，樱井武晴编剧，于2025年4月18日在日本上映。该片展开以毛利小五郎和独眼刑警大和感助为主轴的剧情，讲述在长野县的雪山发生的一系列神秘事件，